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州土著頻道。今日繼續紐約家庭嘅抉擇第9集。呢一集嘅標題係絕望嘅家庭會議，心懷鬼胎嘅子女。好多謝嗰啲一直聽故事、寫留言、點讚嘅朋友，希望有更多嘅朋友留低更多嘅留言，使我更加有信心將喺現實生活裏邊睇到嘅、聽到嘅寫成故事同大家分享。多謝你哋嘅支持。上一集我哋講到李文軒夫婦逼張秀嫻要賣咗廣州嘅老宅，李文雅怒斥佢哋兩個無恥仆街。今日家庭會議即將攤牌，張秀嫻嘅命運真係懸而未決。時間嚟到咗第二日嘅傍晚，屋裏邊燈光灰暗，氣氛真係好緊張。李文雅企喺飯台前邊，手指敲住台面，台上放住老宅嘅黑白照片，木樓梯斑斑駁駁，屋外邊嘅榕樹陰影搖曳。佢心裏邊喺度冷笑。呢一班人今日唔撕開你哋嘅假面具，我就唔信你。佢打電話俾李文學喺度催佢，文學大哥，你嚟唔嚟啊？媽嘅事情今日一定要解決㗎喎。電話嗰邊李文學聲音沙啞，佢話今日彩芝逼住要同我分家產，我而家都快黐線啦。不過我今日一定會嚟嘅。佢係一邊講，心裏邊一邊喺度諗，真係唔好搞我，只要你哋唔好拖我落水，你哋點搞就點搞啦。我而家自己都自身難保。呢個時候門鈴響，李文雅開門，李文軒同黃曉彤大步行入嚟。黃曉彤陰陰笑，佢心裏邊喺度諗，今日一定要將呢個八爺婆逼走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。如果逼唔走佢嘅話，我就唔叫黃曉彤。李文軒雖然面無表情，但係心裏邊翻江倒海。佢知道自己嘅老婆係唔啱嘅，但係又冇辦法。張秀嫻坐喺沙發嗰度，望住自己嘅仔女，佢粒聲都唔出，心裏邊喺度苦笑。我呢3個仔女養大之後，一個比一個會演戲。真係諗唔到我養你哋一場，到頭嚟就係咁樣嘅下場。家庭會議開始，李文雅先開口，雖然聲音唔大，但係火藥味十足。佢指住李文軒同黃曉彤，非常唔客氣單刀直入。你哋兩個都算係無恥啦，詐帝話自己有啲咩狗屁焦慮症，目的就係想阿媽離開紐約返廣州，仲要佢話1年之後接佢返嚟，直情係氹鬼食豆腐。而家又喺度逼阿媽要賣廣州嘅老宅，用阿媽嘅血汗錢將媽就塞入老人院。你哋兩個諗住1分錢都唔使俾就可以永遠咁甩掉阿媽，你哋到底有冇良心？李文雅越講心裏邊越激氣。可以睇到佢眼裏邊都喺度噴火。呢個時候黃曉彤冷笑一聲，眼角一挑，佢喺度心諗：李文雅，你鬧乜都冇用噶啦。你阿媽呢？我忍受夠啦。我今日就係要將佢趕走，唔趕走我吞唔落呢啖氣。然後佢陰陽怪氣咁講：係啊，冇錯啊，我就一定要趕走佢。喺我同佢之間，李文軒必須要揀一個。你吹咩？我就係咁樣，呢個係我嘅選擇。我要自己嘅生活。李文軒聽到黃曉彤呢一番說話，佢嘅面色相當難睇。好明顯黃曉彤逼住佢要斷絕母子關係。佢咬住牙，好細聲咁對黃曉彤講：曉彤，你唔好咁樣啦。但係佢講呢句話嘅時候完全冇底氣，眼神閃閃爍爍，就係一個怕老婆嘅樣。
李文學聽到呢一番對話，真係怒火中燒。佢心諗：我一直以為李文軒一家真係有困難，先至要將媽送返廣州。原來佢哋兩個咁下流。佢用疲憊嘅聲音帶住譴責對李文軒講：文軒，你點解變成咁樣啊？當初話黃曉彤有病，要將媽送返廣州1年，我信咗。而家你哋居然想賣廣州嘅老宅，然後將媽抌入養老院一世啊！我同彩子雖然散伙，但係都唔會做呢啲咁樣嘅事情。一直坐喺度沉默不語嘅張秀嫻呢個時候突然間抬起頭講咗一句：我唔想返廣州。講完之後又再沉默。李文學呢個時候佢捽一捽太陽穴，心裏邊諗：不管媽喺廣州又好，喺紐約又好，自己都冇經濟能力去負擔佢。但係睇見媽呢一副可憐樣，佢嘆咗一口氣，佢講：今日我同彩子見咗律師，而家喺度分緊家產，真係冇精力去管阿媽嘅事。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。文軒最有責任要將阿媽負責到底。既然媽唔想返廣州，我哋就唔能夠強迫佢返廣州。我有一個提議，如果媽要留喺紐約嘅話，我哋3個可以考慮夾啲錢負責阿媽喺紐約嘅生活。李文學一邊講隻眼一邊睄下李文雅，李文雅就一副唔願意嘅表情，跟住佢又望一望李文軒，李文軒成個跳起上嚟，佢大聲講：我冇錢，除非將老宅賣咗，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哋有錢你哋自己出。正所謂講錢傷感情。李文雅呢個時候唔出聲，亦即係表示唔同意。李文軒更加表現突出啦，直情跳起上嚟反對。黃曉彤呢個時候拍一拍張台，佢企起身，佢話：文軒本事唔大，俾唔到我想要嘅生活，而家仲要我哋養住一個越嚟越老、越嚟越累贅嘅伯爺婆，我冇辦法接受。我而家好明確咁同大家講，喺我同你哋阿媽之間，李文軒只能夠選一個，一係佢走，一係我走，冇得揀。講完之後，佢轉身開咗道門行咗出去。李文軒呢個時候面色一變，佢瞪咗李文學一眼，跟住就追咗出去。呢個時候李文雅真係激到肺都炸，佢一邊盯住門口，一邊喺度鬧呢個女人用離婚嚟威脅。跟住佢又嘆咗口氣，唉，李文軒確實係一啲骨氣都冇，為咗一個女人，居然連阿媽都要賣。張秀嫻睇住自己3個仔女嘅表演，個心越嚟越難受。佢而家已經好清楚咁知道，3個仔女冇一個靠得住。佢而家最後悔嘅事情係將自己所有嘅積蓄都俾咗李文軒，然後落得今日咁樣嘅下場。佢抬起頭望咗一眼李文學，跟住轉過面對李文雅講：我而家瞓得食得頭腦清醒，仲可以自由活動，自己管理自己。你哋3個就咁樣對我。如果有一日我身體垮咗，需要你哋服侍嘅時候，嗰個時候我都可以想象，我真係賤過嚟啊！講到呢度，張秀嫻嘆咗口氣，繼續講：文雅，我今晚繼續瞓喺呢度，我要諗一諗我自己點樣處置自己。我聽日會俾大家一個答案。紐約家庭嘅抉擇第9集就講到呢度。至於聽日張秀嫻有一個咩答案呢？到底係準備離開紐約返廣州，還是留喺紐約？李文軒喺母親同埋老婆之間，佢會選擇邊一個呢？三兄妹嘅親情係徹底分裂，還係仲有希望呢？呢一個家到底能唔能夠撐過呢一場風雨呢？我哋喺第10集最後一集大結局揭曉真相。